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網絡豆沙包，我係依晴。我哋嘅頻道主要係透過網上熱話或者身邊人嘅真實故仔，同大家一齊分析下事件背後嘅真相，最後仲會帶出啲咩人生哲理。如果你都中意聽一啲好貼地嘅故仔，歡迎訂閱我哋。人生路好長，真心希望大家都會喺呢度有所得着。好啦，我哋上集講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嘅起源，原來係由創辦人嘅一個執著而開始，仲有申請流程同埋大家最想知道嘅挑戰，成功到底會有幾多獎金？如果未睇嘅朋友可以喺頻道睇返，我亦都會 share 條 link 落留言嗰度嘅。今集豆沙包就同大家講幾個喺健力士紀錄冊入面最驚心動魄、最不可思議嘅人類神話。呢班人，有人為咗一個已經過咗身嘅人，將自己嘅雙手囚禁咗足足29年，代價係生活無法自理；有人將自己全身上下，甚至連眼球、牙肉都用針刺上黑色，將自己變成一件活生生嘅異形藝術品。仲有一個人，佢嘅胃可以裝得落成架飛機，將鋼鐵當成下酒菜。佢哋到底係瘋子定係傳奇？佢哋背後隱藏住啲咩冇人知曉嘅秘密？今日嘅故事絕對會刷新你嘅三觀。如果你喺美國明尼蘇達州嘅條街度見到戴安娜 Diana Armstrong， 你第一眼一定會被佢對手嚇親。佢10隻手指嘅指甲加埋總長度有13.06米。13米係咩概念？等於將一架雙層九巴由頭到尾拉直咁長。因為指甲太長太重，佢對手平時根本做唔到正常人做嘅嘢。佢冇辦法自己開車，因為對手伸唔到入車窗。佢冇辦法去洗手間，因為隨時會整斷啲指甲。佢甚至冇辦法着有拉鏈或者紐扣嘅衫。每一日佢都需要仔女幫手。佢上一次剪指甲已經係1997年嘅事。好多網民睇到呢度，第一反應都係批評，好污糟啊！為咗出名，為咗攞紀錄，搞到自己廢人咁，值得咩？網民嘅冷嘲熱諷，戴安娜已經聽咗20幾年，但健力士評審官方去到佢屋企，聽完佢親口講出背後嘅原因之後，全場嘅工作人員個個都眼濕濕。時間倒流返去1997年，當時嘅戴安娜只係一個普通嘅黑人媽媽。佢有3個仔女，其中大女叫 Letitia 拉蒂莎，當年只有16歲。拉蒂莎係一個非常乖巧同媽咪感情最好嘅女。戴安娜有一個習慣，放工返到屋企都好鍾意坐喺床邊，由大女拉蒂莎幫佢修剪指甲，然後搽上5顏6色嘅指甲油。母女2人會一邊搽指甲，一邊分享學校同公司嘅八卦嘢。嗰個時間係戴安娜最幸福嘅時刻。然而，悲劇往往喺最毫無防備嘅時候發生。1997年嘅某一個深夜，拉蒂莎喺睡夢中哮喘突然發作。當戴安娜起身去睇佢嘅時候，大女已經失去咗呼吸，16歲嘅生命就咁突然畫上句號。第2日嘅清晨，戴安娜坐喺空蕩蕩嘅房入面，睇住大女嘅遺物，成個人都好崩潰。就喺嗰個時候，佢望一望自己嘅雙手，佢突然意識到自己手上面嘅指甲油正正係拉蒂莎喺過身前嗰晚親手幫佢搽上去嘅。呢個係拉蒂莎喺呢個世界留俾媽媽最後一絲帶住溫度嘅痕跡。戴安娜摸住啲指甲，眼淚狂流。佢喺心裏面默默發咗一個誓：拉蒂莎，既然係你幫我整嘅最後一次指甲，咁由今日開始，邊個都唔准掂我嘅指甲，我唔剪啦！我要將你留喺我手上嘅回憶永遠留落去。一開始，屋企人都以為戴安娜只係一時傷心過度，過幾個月就會清醒。但1年過去啦，2年過去啦，10年亦都過去啦。戴安娜真係一下都冇剪過，指甲開始變長變彎，開始嚴重影響生活。戴安娜嘅其他仔女開始頂唔順，係咁同媽咪嘈：阿媽，你癲夠未啊？你因為姐姐過咗身，連我哋都唔理，你依家
連地都掃唔到。戴安娜一直沉默，佢冇同仔女解釋，因為嗰份痛楚太深，佢驚講出嚟自己會再度崩潰。直到10幾年後，仔女已經大個晒啦，戴安娜先含淚講出呢個秘密。佢啲仔女聽完，攬住媽咪痛哭。佢哋終於明白，媽咪唔係癲婆，媽咪只係用咗一種最極端、最傻，但都係最深情嘅方式，去建立一座屬於佢同大女之間嘅紀念碑。從此之後，仔女不再反對，反而輪流照顧媽咪，因為佢啲指甲太長，每次搽指甲油都要用成10幾支，要搽足足4、5日。依家呢個重要任務由戴安娜嘅細女接手，就好似當年拉蒂莎做嘅一樣。2022年，健力士官方正式為戴安娜頒發有史以來最長指甲證書。當認證官將藍色證書遞到佢手上嗰一刻，戴安娜望住天空，一邊流眼淚，一邊微笑咁話：拉蒂莎，你睇到嗎？媽咪做到啦！網民睇到嘅係13米長嘅怪異指甲，但戴安娜眼中呢樣係佢對大女長達29年永不磨滅嘅愛。健力士紀錄冊記錄咗無數冰冷嘅數字，但戴安娜用佢嘅雙手寫低咗最溫暖嘅一頁。聽完戴安娜嘅故事，唔知大家有咩感受呢？好多時我哋喺網絡上睇到一啲奇奇怪怪、不切實際，甚至覺得呢個人係咪傻㗎？我哋第一反應可能都係嘲笑，或者會留下一句刻薄嘅留言。但原來當你肯行前一步，撥開嗰層怪異嘅外殼，你先會發現入面裝住嘅可能係一份沉重到連命都可以唔要嘅愛。每個人面對至親離去，面對無法承受嘅傷痛時，宣洩同療傷嘅方式都唔一樣。有人選擇喊，有人選擇逃避，而戴安娜選擇用自己雙手去囚禁自己29年，就係為咗留住同個女最後嘅一絲連結。13米嘅指甲係佢對個女最深嘅思念。豆沙包覺得呢個世界最奇妙嘅地方，唔係呢本紀錄冊有幾多瘋狂嘅數字，而係人類嘅意志力，原來可以因為一個承諾而超越生理嘅極限，超越世俗嘅眼光。喺呢度，豆沙包好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換轉係你，為咗守護一個你最愛但已經離開咗嘅人，你願意付出幾大嘅代價？你又會用一個點樣嘅方式去留住你哋之間嘅回憶呢？無論你係感動、係震撼，定係有自己嘅故事想分享，我都好想你依家喺下面留言區寫低你嘅睇法。每一條留言，豆沙包都會認真睇嘅。感人嘅故事講完，我哋嚟講一個令人起晒雞皮、視覺衝擊力直衝天靈蓋嘅紀錄。如果戴安娜嘅長指甲係對肉體嘅一種被動限制，咁下面呢位大佬就係對自己肉體進行咗一場主動毀滅性改造。佢叫 Lucky Diamond Ridge， 來自新西蘭。佢係健力士世界紀錄冊上蟬聯多年全球紋身覆蓋率最高100% 嘅紀錄保持者。普通人紋身可能紋一條手臂、紋個背脊已經痛到生不如死，但 Lucky 大佬嘅100% 覆蓋率係指你喺佢身上連1毫米原本嘅皮膚都揾唔到。佢不單止紋咗四肢同軀幹，佢連耳仔窿入面、鼻哥窿裏面、眼皮、手指罅，甚至連腳板底都紋滿咗。你以為咁就完？最瘋狂嘅係，佢連自己眼球嘅眼白部分以及嘴唇翻過來嘅牙肉，都全部用針刺入咗黑色嘅墨水。當佢合埋口、眯埋眼嘅時候，佢就好似一個喺影子入面走出嚟嘅黑色異形。好多人第一眼見到佢，都會帶住歧視嘅眼光問：呢條友背後到底諗緊咩？佢係咪反社會，定係心理變態？豆沙包深入查過佢嘅背景，發現 Lucky 其實係一個街頭表演藝術家。佢從小就對雜技、吞劍非常着迷，而佢對紋身嘅狂熱源於佢內心一種極致嘅強迫症同美學追求。Lucky 喺16歲嗰年擁有咗第一個小紋身，係一個喺臀部嘅小棍子。但從嗰一刻開始，佢就患咗一種空白恐懼症。
每當佢睇到自己身上仲有乾淨白色嘅皮膚，佢就會覺得呢件藝術品仲未完成。於是喺隨後嘅幾十年入面，佢用咗超過1000個小時進行紋身手術，俾數以百計嘅紋身師喺佢身上動針。大家知唔知紋眼球有幾危險？係需要用針頭直接刺穿眼球表面嘅結膜，將墨水注入鞏膜層，位置如果偏咗1微米，或者墨水有任何感染嘅話，代價就係永久失明。Lucky 喺進行眼球紋身嘅時候，需要全程保持絕對清醒，而且唔可以眨眼。嗰種痛楚同埋心理恐懼，並非一般人能夠承受。更誇張嘅係，當佢全身上下紋滿咗100% 嘅圖案之後，佢又做咗一個震驚所有人嘅決定。佢覺得純黑色太悶啦，於是佢開始喺已經係黑色嘅皮膚上面，用紅色、綠色同白色嘅墨水，再紋上第2層圖案。換句話說，佢嘅身體就好似一塊黑板，擦完再寫，寫完再擦。目前佢身上部分皮膚已經疊加咗3層唔同嘅紋身。Lucky 大佬現身說法嘅時候講過一句話，非常值得發人深省。佢話有好多人因為我嘅外表而驚咗我，覺得我係魔鬼。但當我一開口講嘢，當我為大家表演吞劍同雜技嘅時候，大家就會發現我其實比任何人係更加溫柔。我只係將我嘅靈魂用最極端嘅顏色寫喺皮膚上。好啦，聽完一個感人、一個震撼嘅故事，接住落嚟，豆沙包同大家講一個聽完之後你可能會覺得胃痛，但又忍唔住 O 嘴嘅紀錄。世界上有好多大胃王，有人一餐食100個漢堡包，有人食幾十碗拉麵。但喺健力士世界紀錄裏面，有一位叫 Michel Lotito 嘅法國奇人，佢對傳統食物完全冇興趣，佢一生中最鍾意食嘅係鐵釘、玻璃、電視機、單車，以及一架貨真價實嘅飛機。因為呢種超能力，佢獲得咗一個非常得意嘅稱號，叫 Monsieur Mangetout， 中文翻譯即係食神，或者乜都食先生。普通人如果唔小心吞咗一塊玻璃碎，分分鐘會割穿腸胃，引致內出血死亡。但米歇爾大佬由9歲開始就發現自己異於常人。當時佢喺學校唔小心跌爛咗一個玻璃杯，為咗掩人耳目，佢居然當場將啲玻璃碎係咁吞落肚，結果身體完全冇事。從此佢開啟咗自己新世界嘅大門。科學家同醫生對佢嘅身體進行咗全方位嘅 X 光同胃鏡檢查，結果震驚咗成個醫學界。原來米歇爾患有一種罕見嘅心理同生理疾病，叫異食癖。但老天爺俾咗佢一個外掛，佢胃壁同腸道壁嘅厚度係正常人嘅2倍以上，而且佢嘅胃酸極度強烈，強烈到可以迅速腐蝕同軟化吞落肚嘅金屬物體。米歇爾大佬一見自己有呢種超能力，索性將其變成自己嘅商演事業。佢開始上電視表演食大餐，佢嘅招牌菜包括18架單車、15個超市購物車、7部電視機、6盞吊燈、2張床。而佢一生中嘅廚藝巔峰，亦係健力士紀錄冊上最難被打破嘅奇蹟，發生喺1978年。佢宣布佢要食咗一架 Cessna 150輕型飛機。你以為佢係一啖將架飛機吞落肚？當然唔係，如果咁做，佢當場就窒息死咗啦。米歇爾食飛機係非常講究儀式感同科學步驟嘅。佢先將飛機完全拆卸，然後用電鋸將鋼鐵、鋁合金部件鋸成一粒粒好似花生米咁大嘅碎片。由1978年到1980年，整整2年嘅時間，米歇爾每日嘅餐單就係大概1磅嘅飛機碎片。佢食金屬嘅時候，一定要配合大量嘅水同埋礦物油。礦物油嘅作用係潤滑佢嘅食道同腸胃，幫助嗰啲尖銳嘅鐵順利排出體外。最搞笑嘅係，醫學報告指出，米歇爾大佬食鋼鐵完全冇問題，
但如果佢好似正常人咁去食香蕉或者熟雞蛋，佢反而會引致嚴重嘅胃痛同消化不良，因為佢有咁強悍嘅胃酸，面對軟綿綿嘅嘢食時，反而無用武之地。根據健力士官方統計，米歇爾一生中大約食咗接近9噸嘅金屬同玻璃。佢喺2007年去世，享年57歲，而死因係自然死亡，同佢吞落肚嘅嗰啲鐵釘、飛機毫無關係。聽完今日呢3個故事，你依家明白未呢？健力士世界紀錄嗰張藍色嘅證書背後所代表嘅，從來都唔係金錢。佢好似係一面鏡子，折射出人類呢個物種喺面對悲傷、面對孤獨或者面對天賦嘅時候，所能爆發出嘅最極端、最驚心動魄嘅意志力。每個人面對生命中無法承受嘅傷痛嘅時候，療傷嘅方式都唔一樣。外人睇戴安娜，覺得佢自殘、怪異、生活無法自理，但對佢嚟講，嗰個就係佢守護大女最後溫度嘅儀式感。世界最極端嘅怪異背後，往往裝住最極端嘅愛。學識尊重每個人療癒自己嘅方式。Lucky 大佬將自己連眼球、牙肉都刺成黑色，徹底打破咗主流社會嘅審美框架。當全世界因為外表而將佢標籤為異形或者惡魔時，佢就用最溫柔嘅雜技去帶俾世人歡樂。身體只係我哋喺呢個世界短暫租用嘅皮囊，敢於撕掉社會貼俾你嘅標籤，活出自己真正認同嘅極致美學，先至係真正嘅自由。異食癖本來係一種被醫學界視為折磨、畸形嘅疾病。如果米歇爾喺古代出世，或者被逼做一個正常人，佢可能會喺痛苦中度過餘生。但佢選擇接受並利用自己嗰塊厚度異於常人2倍嘅胃壁，將缺陷轉化為驚豔全球嘅絕技。每個人生來都有獨特之處，哪怕嗰個特質喺旁人眼中有啲格格不入，只要你揾到屬於自己嘅賽道，將佢發揮到極致，老天爺俾你嘅詛咒一樣可以變成奇蹟。好啦，今日網絡豆沙包嘅分享就到呢度。不過今日講嘅故事好似太過沉重，太過瘋狂，豆沙包知道大家睇到有啲緊張，所以下一集我決定帶大家換個口味，一齊去睇下世界嘅另一面，超得意嘅寵物神功篇。你以為只有人類先會無聊到去挑戰健力士？咁你就太天真啦！下集我哋會去認識一班考打耳兼且身懷絕技嘅貓星人同汪星人。我會帶大家去睇世界上最長嘅貓咪，瞓低之後長度竟然可以等於一個小學生嘅身高。神級滑板狗，佢踩滑板嘅技術好過好多尖沙咀板仔。嗰次挑戰直情喺網絡上瘋傳咗幾億次，睇到全人類拍爛手掌。甚至仲有一隻貓靠住自己1分鐘內做出最多花式特技，成功幫自己賺咗一大堆罐罐返嚟。到底呢班主子係點樣瞞住人類，偷偷修煉，打破健力士紀錄？想睇到呢班可愛毛孩點樣治癒你嘅心靈？依家即刻幫手 like 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所有貓奴狗奴嘅朋友，同埋最重要係免費 subscribe 網絡豆沙包頻道，撳埋個鐘仔。有你哋嘅支持，係豆沙包繼續出片嘅最大動力。多謝晒大家，拜拜。